公路旅行，哦，是一个很想要玩的动作。我除了忙的时候都很空。哎，你那你很忙啊。我看是很 L win，跑一条街东南的。将要淡定，给它推散，色茫茫的。但他的声音真的很像刘洋回来。哎，两种音色妹妹讲哦有就有嘞。对啊，像我怎么样独雅自己都没办法那么烟嗓。大擂台，闹热共下來。有請朋友大家好，我係馮富。來，今日大家好。係啊，也有來到人哋流行歌曲組嘅4 V 爭霸賽，哇！目前 MV 名一冠的袁潔碧。哎呦，對，一冠天天啊，係啊，一天強調，一冠，一冠，係。看錯結叫，基里失冠，還有9冠，東獎，還當場，還當場，加油啦，加油啦，加油，湊小來，湊小來。哦，今日有一位新的參賽朋友來，節目度忙是看歌，忙是看歌，你唱冇看歌呢？冇看歌，冇看歌，我就冇看，冇一定。等下都好好聽佢唱歌，看唱到樣板，好不好？我哋比賽之前嚟介紹你評審先生啊，嚟。好，歡迎葉家秀先生、齊家偉先生、齊思碧先生。總飛先生，係，CP 先生介紹睇啦，好，馬上進行比賽。好 ，TV 係來自屏東重資，遊戲之帶來平衡線。哎呦，屏東嘅鄉親出來了，對。
来自屏东重资的朋友啊，荔枝狗啊，哎呀，你好你好，可能眼眼镜啊要出鏡到呀，係啊，哦，佢唔講60歲啊，看唔出來咧，看唔出來，有染頭髮，哦，有染頭，有染跟誰？哦，對，有染，好，是，而且很有型啊，很有型。老師幫我梳的，老師幫你梳，你平常就是都會打扮成這樣，有嗎？不會打扮那樣。我會看你的樣子，然後打扮自己的樣子。最好啦。沒有，你也是蠻會哈拉的。我看你是沒有從你小就看你聽你唱歌。哦，9歲哦。 60歲的話，應該同輩的啦，同輩，哎，中畢業啦，第一次參加國中比賽呀。對，所以很緊張。當緊張哦。當緊張。有時咧。從來冇是參加過其他比賽。沒有去參加過。哦，沒有參加過。就除了鬧熱之外，其他就冇是參加過。鬧熱就像是會線的時間。會線時間。啊。啊，就進棚出來唱哎。是。哦。哇，你一下子跳到最高殿堂。沒了。最高也是唯一。也是唯一。60歲給自己點嘗試的。哦，60歲完全看不出來。這看不出來。哎呀。這為什麼會想說，要給自己一個這個嘗試難忘的體驗嘛？對啊，就是以前就講話比較會這樣怯場木訥，然後60歲了該踏那一步。60歲才踏嗎？時猶未晚。你不會木訥到連交女朋友都不會吧？老婆在那邊。哦，你有老婆？有老婆哈。畢其功於一役就夠了。有老婆。哦，有啦。畢竟玉樹臨風嘛。是不是？你做哪個條路？我以前是退伍軍人。哦，軍職嗎？是到多少的時候退掉了？什麼階級退掉？上校。上校，哇，校哎。哦，上校退役。是的。那就是到了退休年齡了。就是退役年齡，對，哦，服務滿了，服務到一個階級，如果沒有再晉升，就是退伍。你這種個性，你是管軍人的嗎？還是什麼？沒有，是後勤的。後勤管錢的，管財的啊，很適合。他這種個性也沒辦法管軍人，那些阿兵哥也不會聽他的。哦，是這樣子嗎？也難講啊，某一天啊，有可能手部特別緊張，可能上舞台緊張。哦，但是說明在做他的工作的時候，專業上不緊張。對啊，真的是。首先，當軍人還蠻緊張的，比當軍人還緊張。他畢竟已經做了幾十年了嘛，對，是嗎？哎，羅哥對你很好奇，題目特別難得有那個男生他可以問那麼多問題。哦，不是聽含情脈脈，聽拜來啦，聽拜來，因為都是屏東重資的朋友。屏東青燕呢？對啊，我想他應該就這一次。南部用情他秀，你看。他就這一次應該。因為他剛平行線了，他剛剛跟樂隊老師平行線走了一下，最後雖然有連成緣，但他們平行線走了一下。自己知道問題哈。你知道。這個題哈。對啊，所以要多問一點啊。對，好，我們都保留，不要剪掉。好，來，搶嘉修老師的公平一哈。哎，一枝啊，那個真的跟你敬禮一下，哇，60歲，真的保真的看不出來，我以為老師是不是61、2？老師快70。你再講就變成我是老妖怪了這樣，嘿，我根本哦，實在講，你上千後呢，哦，實在講，他開口的時候就覺得那個，尤其那個低音的厚度哦，奇怪。當軍人當那麼久都沒有喊到聲音有點壞掉，這個很厲害。他跟前聊天而已。他後勤的。對，但是就這個就是共鳴的聲音真的非常好。啊，現在共鳴哦，你根本有唔係有很多冇啦，還是有很多啦，你有冇？有啊，低頻東的。哦，係啊，唐一樂是覺得有很多感覺嘛。啊，就哦，就是大概。感冒了，一方面緊張，第二方面腦袋有點不太清楚，歌詞有點忘記嘛，哈。是。然後有一個部分是稍微搶拍了，搶了一個小節，那跟唔怕啦，踢敗了吼，我感覺按後而上吼，唔好老氣個風，不用太猛，全打送了。真的覺得好，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還是感覺講，如果你因為你踢敗中國嘛，所以你一開始的時候，某做到第一點就是從中國前哦，你把那些歌詞哦用音咩？念一遍，如果你把這些話，假如說你跟你太太說，你要用怎麼樣的語調跟她說的時候，你在唱歌就會順的。是，你一定要衝起胸，一個字一個字在
他把一个字往里面扣，光就猛猛的起，比如说I love you 这种感觉，就是一个你气氛要起来，哇嘎你讲哦，I love you 讲这种感觉，你把它做出来以后，整个歌曲就不一样，因为你按后个上哦是中间断掉的感觉啊，鬼他是某度后我就字又忘掉了，所以就感觉上不完整，但是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歌手。60岁开始踏出第一步，对不对？对。说不定62岁你就可以坐那个位置了。出场片，给你2年的时间准备，好不好？好，2年，加油！好，谢谢。好，谢谢。对，62岁会不会太久？不会，不会，不会吗？1年还是2年？你觉得？我们要活很久。你们还要没有，是说你坐上那个位置啊？对啊。老师说给你1、2年的时间，你会不会觉得太久？老师会尽量努力，尽量努力。好，我们谢先看一下分数，好不好？好，来，欢迎他有意这个分数。好来。要照分数哈，除非你又忘词了，蒙词跌破，你就落拍了，就是一个扣1分，再扣1分，就扣到这样，要不然你基本上应该就是92分左右，对，以上的，所以你的潜力，老师说的有很好的这个音色，对，那就是去除那个上台的那个紧张感，把你。还有身体状态的影响，精致的精神拿出来，对不对？好不好？英勇国军，谢谢。希望还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你。好，谢谢。再来比赛，好不好？欢迎，好吗？好，谢谢。好 ，OK， 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长官，谢谢。哇，这就有军人的感觉。罗哥比较没有，罗哥就是会这样，那种小康老师那种。那是台歌。小康老师也会这样。好嘞，杀下来。好，杀了李小雨带来等等。来，躺下来。
你冲两条狗的虎糖啊！哎呀，好糖啊！甜今日强用咧，爽爽哈哈。哎呀，甜时间给脚铺，脚铺哈，与时俱进，与时慢慢的，有时候又固步自封。对，跟自己的状况夯上夯下。我们让自己就是一路往上就好了。对，很难哦，反正都难哦，是随缘呐，顺其自然呐。啊，对，把就是爱唱歌就把好歌唱出来，本他个糖，天天的金铺啦，给妹弟两边按旧，按旧，给好多懂多，好多东西的呀。你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有想要的一些愿望？哦，我动想做一件事情，是我想去美国 road trip 公路旅行，这是一个很想要玩动作，走对吗？走有含市场。也还会瞧一下。我除了忙的时候都很空。那你很忙啊。我还是很调也都难呢。先讲好都可以。因为在美国很多州都有朋友。真的哦。梦想直接可以从那个 Road 66，这样可以一路这样从加州横跨美国这样子，到哪位自己蹭人家家住一住，不熟的也去蹭。然后我们再去 Hotel California。然后再从 Hotel California 还走那种沙漠地有没有？整条公路都没有。66公路。我朋友是讲去在圣路易附近，一直讲你夫卡死都该该条路讲1点钟停，还是讲哎呦1点钟啊，离66公路才1个小时。所以有去开吗？111嘛，还蛮也许希望闹热毕业，送自己一份礼物，这样就有机票钱。有，好像有人想跟他Hotel California 出来。美国很好玩了，就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road trip 我也很想要试试看。对，那公路上开车真的很爽。至少要3个人一起。对啊，我有一次就是去，然后那个开车载我的人，他开因为太长了，路太长，他想睡觉。他说：“你真的想？我看你，你想睡对不对？我帮你开。”他说：“你有驾照吗？”我说：“我有驾照，但是我没有国际驾照。”他想说啊，这公路应该没有关系吧，就让我开这样，我就沿路开了，开了就他一上车就，然后他起来，你说你的司机睡？对啊，他还起来以后，慢一点，你开到80迈了，全部抹茶黑嘛？我在台湾就这样开，哇，一起 road trip 吗？可能要出发吗？啊 ，road trip， 罗哥应该不能 road trip 啦，太久了。我可不可以找其他的女伴？好，我想怎么？你看我们2个礼拜不高兴吗？你使油干差，恐吓出发。我们会开车哎。对啊。好啦，装对了。来，唱照比情商共品哈。雖然但係呢首唐董唱安陽顯這首歌曲哈，那首歌曲應該彈起來，行雲流水，我覺得你誠意有道，我蠻喜歡的。一開始以前你唱過嘅 T 機，你可能會講，後邊你後巴一出來發流歌，我就知道我知道有好好練，比起頭2-3禮拜你因為很多嘛，我說時常我講很多之後，後背邊看到好嘅嗓係最強嘅嗓，因為你感冒好了嘛，那個狀態是最好的。我這種基本上，我個人是覺得，當時他來說歌曲，因為米莎來說歌曲啊，佢啲寫嘅唱嘅時節，佢重大音。係動獎嘅，我知道我有聽到人動獎嘅重大音，唔過因為後背有一隻放歌嘅音，自家啲有人嘅位，我就知道人強嘅頭先應該有自信啊，嘅位其實唔唱得到，可能因為很多嘅關係，強嘅唔敢唱，我覺得這裡就弱掉了，我就當大上。係後背，我知道嘅啦嘅片，因為你自家係唱戲劇啊，應該嚟講，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吧。我知道後背他打上就是我知道你冇好好運用你自家freestyle 嘅那個技能，好好來拉，因為佢後背暗唱咧。我會知道你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時間，我知道你對那首歌曲理解冇按到，我就一開始講嘅行雲流水呢件事情，對後背就冇做到按好。唔過我講嘅係最尾，我知道表演者最尾你唱出嘅眼神。因為嗰紮表演者一開始從提及到保密表演，它是一個完整的演出。我覺得最敏感的眼神讓我看到遠方的時候，我覺得哇，你有投入這首歌，給你不錯的分數，加油！不錯的分數啊，來看一下呀，看一下李修一個分數。好來。
测。我还以为24还是24.5。后面有点这样子，不错的分数，不错的分数，他的标准很高嘞。哎呀，我们对你期待高，不错了，还不错，这不错，绝对可以留下来的分数。OK， 哈，先恭喜你，好来，休息。好，按住先。好嘞，好嘞。沙雷要不要停待了？唔停用版。好嘞，当然了。天空，你却用慢慢不顺路。啊？你讲你是感冒冲后吗？感冒没，然后就又感冒，好很多，还好很多，不然前2天是没声音的。哦，因为我才刚从日本回来。哦，真的哦？去滑雪吗？没有雪，但是很冷，-5度。哦，-5度。对，我就在逞强，然后就穿短袖，然后什么？-5度你穿短袖？我想说拍个照嘛，穿短袖，你也没多冷，然后就肿。那你为什么不裸体？有啊，泡温泉的时候。世界总感觉世界点都准，你老的数天数已经会丢白的事情，爱的心在了喊你。你爱上老爱讲，想为七家做七家。爱总头并离开爱，看到你不欢喜，就安样。不是笑，不是叫，爱过不是上难度。你讲法，爱会冲出了树暗不跳。上岸的霓虹风，爱会冲出了树暗不跳，走的梦，走的安永，爱的哈希。你用把胸给我呀，水没落。天都天空，你
吉嘎虾歌哟。哎呀，很厉害呀，创作型歌手。我们乐团表现的还可以吗？不好，Fusion Band 可以哈。OK， 都顶尖的，你开玩笑呢，很厉害的，厉害。因为现在都有 AI 了，AI 中影我没懂厉害啊。哦，对。哦，你的指令下的厉害的话。是啊，现在还有 AI 的歌唱比赛了。哎呀，准备要进行的。现在进行哦，所以以后根本不用人唱了。对啊，你就直接完全就交给 AI，就站在上面就好。对，你们站在后台，你就一个指令给他，然后秀出来是那个 AI 的人。对啊，哇，可以。这个时代居然已经到来了。对啊，但是没有啦，我还是觉得真实比较好一点。懂演啊。对啊，真实的还是你像刚刚这种唱自己创作的歌。自己创作的歌这种曲风是你喜欢的吗？我喜欢的。哦，很适合你哦，这首真的很屌。啊！可是我没有表现好啊！你讲你感冒冲后吗？感冒没，然后就又感冒，真的感冒，就是我没有怀疑。不要每次唱歌都这样，但是就真的是感冒。难怪我每一次从这里录完影回去都觉得喉咙痒痒。没有，我快好了，快好了才会传染给别人呢。对啊，好很多，还好很多，不然前2天是没声音的哦，因为我才刚从日本回来。哦，真的哦，去滑雪吗？没有雪，但是很冷，-5度。哦，-5度。对，我就在逞强，然后就穿短袖，然后什么？-5度你穿短袖？我想说拍个照嘛，穿短袖，你也没多冷，然后就中。那你为什么不裸体？有啊，泡温泉的时候。泡温泉当然。那必须。你泡温泉，你穿衣服就会被打，我跟你讲。对啊，你马上就会出现在那个大家的 reels 里面。好了，还是要注重一下身体。会注意哈。好了，来，抢视频欣赏公平哈。乐团跟 B 堂自创曲，我觉得很好听，我都要当后堂，我要当喜欢安尼曲风，虽然我冇麻烦。好。咱来看一下吼，近比的人去甲写的歌曲啊，我知道感情的部分一听还轻到位的，因为很去甲写，你自己写的，然后这种控制本来就不好控制，那还好亚叔国很去甲写，所以在控制上我知道还做到我去甲我知道以后的一个方面，啊，不过有几只地方的可能上来让强摸一下，就是头一激发很多冲头摆的时节，也系冲头摆的时节。世界还是时节？时节，好 ，OK。人家个唱法应该讲时节，刚刚唱的是时节，所以我可能误会了你的意思，在用词上面的部分的念法啦。好，因为要用章系冇共用的东西。好，不过你去甲写讲，我知道啊，时节，也系时节，基本上迄老头前的部分呢。后背部分的语义部分是连结的话，我觉得还好。好，不过呢，可能会提讲啊，时节老时节，跟音法无嘛共用哈。听音乐就会讲，刚刚讲到，因为有懂得会那种细转音的部分，也有一地方很多离开爱，看到那个地方跟部分的抛在控制上，我知道有点应该算是蛮明显的抢拍啦。好，但是这个部分的话，你自己再掌控一下。好，那个有一个地方就係因為那個部分應該較好表現的，係喺那個高音，明年那個高音係算一講的地方，我覺得非常的好，而且我也是很愛你這一塊。不過剛就較可能剛講的唔感冒的吼，所以剛吃到個高音的部分有會很多，T8也等一下就已經快要破了。差一点，还好你有稳住。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我觉得你不用硬跟我觉得应该说你转换一个不一样的共鸣方式唱法，反而会有不一样的解释。因为电音效就是电音效嘛，好吗？电音效不是电音效，不用那么用力。我觉得啦，我是觉得你的表现方式，好，听100组好很多。好，那就是可能还有一个部分的特别的建议，就会讲因为我知道你开始尝试的去做客语创作，这是我们非常乐见，也是非常开心，有很想影响我同意。不过在语言的上面的部分，我觉得你可以再加强一下。我觉得够卡Vin 够卡多会加分。我觉得好，我吃豆了哈。OK， 我真的很期待你的新创作不断的出现。
加油 ，OK。好，谢谢。有一种可爱，也是那种可爱到极致，有没有？好，你玩电影侠了，有没有那种类似这种感觉，对不对？你是要这个感觉吗？可以，我帮你找台阶下。啊，对，就是对。好 ，OK， 好，来，看几个分数啦。係啊，要不要填嘅分數？一个老师的嘉轩老师激赏你。对啊，哎呦，他喜欢你的创作。哦。哎呀，恭喜！对，嘉轩老师，哎，对啊，很严格的。对，我是真的很喜欢他今天写的这个歌哦，因为他真的是创作也好。那整个的编曲的这个和弦，其实处理的蛮好。虽然只给和弦呢，小康老师帮加很多了，但是你是真的是做整个的感觉听起来，它是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哈。所以这个值得鼓励，加油，好不好？好，谢谢。对，你要谢谢小康老师了。你看他为了写你的谱，写到那个眼睛都变熊猫了，对啊，已经黑掉了，真的哎。糖发黑，就是我当初丢这首歌我也蛮错的，我怕小康老师会直接跟制作单位讲，他可以不要，每次找我麻烦嘛。没有，他应该是有讲啦，一定有讲，一定有。没有啦，没讲，我很欣赏他。哦，真的哇，让我们小康老师欣赏才子啊，是。哎呦，赞啊！哦，什么歌曲也可以哈，OK。是谁？好嘞，沙來，從呢帶來舉來。好嘞，彈過啦。嘅路微長，含笑嘅芬芳，又來到愛蘇斯嘅地方，時間將了空過，經過阿姨到秋冬，台北以後總會念家鄉。这是你的歌路吗？你歌路也蛮宽广的。本来就要广一点啊！对，吉娜姐激励我的，什么歌都可以驾驭的。对了，我也是说而已啊。是。上礼拜柔哥才跟我讲一次说，吉娜姐又跟我讲说，主持人就这样啊。哦，好吧。我们说了要负什么责任吗？没有啊。对，后果自负。好，那我再继续努力了，继续加油，突破自己。平常对家人也都很好了，都会带家人去那边设的东西嘛，哈。很多啊，什么续集呀、享食天堂啊，哎呦，很高级的嘞。你现在还有办法吃buffet啊？他很年轻啊，给董佑商啊。对，我现在觉得我去吃buffet划算吗？啊，好像不划算。对啊，可以了是不多吧？对，就
吃高级的。龙虾、鲍鱼啊，就反正就抓好吃，高单价的来吃，他很棒哎，还会带老婆小孩哎去吃这个很贵的顶级buffet，那一定要哎，老婆很辛苦，然后很辛苦哦，对，然后孩子，难怪他每集都录起来，对啊，你每次唱歌他都在录影。你讲的每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没关系啊，因为我很爱他，没有关系。因为你爱他哇！对，哇，好棒哦！对啊，被训练到就脱口而出哎。是，没有训练，这是真实的啦。女人本来就很伟大啊，真的啊，真的。我们另外一半要好好的疼惜。是，对呀，对吧？好，来，冲出来，向菲欣赏公平哈。好来，基本你要说归来，我是感觉你唱的挺好，真给你挺好，而且我觉得你的歌路哦越来越广哎，好，从你刚刚开始来唱，你就是可能唱一些比较像费玉清那样的风格的歌，然后中间你在做不同的挑战，然后根本你要说歌曲有青岛的地方，我刚刚你的故事感很好。做得很好。那一路上，我觉得前面那个 A 段的地方，哎，我真的觉得你好像在说一个故事，然后就吸引了我，然后就这样听着你说故事，然后再过来，你慢慢的那个层次，我觉得也做得很好。有一个地方，那个哈归来很漂亮哦，那个地方这样其实不好唱哎，因为你要把它捏轻，然后再下来。我觉得那个地方做得很好。好，那。这个是你整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然后再来一幅发你后面那边你做了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也是很用心，可以听出你很用心的这个部分，那这一点我是觉得蛮好的。那但是我想要知道一下你那个我建议一下啦，就是你呀最后一个你呀留啪那个啪，我觉得你可以再让自己的喉咙放松一点。就把那个归来的那个唱法用到啪，其实啪这个字要放松的话是蛮好唱的，比啪好唱。你回去再试试看，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子处理的话会更好听。整首歌的层次我都觉得听到你非常的用心，你唱歌的这首歌的那个态度，跟我可以感受到你练习的时候的态度。秋秋，你对你的家人一样是这样的用心。你对你的家人这样的用心，我发现你在诠释歌曲跟练歌上面，你也是这样，你练会了，然后去想你要怎么表现，你是这样吗？是，对哈，对，这是我真实的感受。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哦，给说加油哦，可以期待唐豆你更多不同的歌路。好，谢谢老师，谢谢，好来看两个分数了，看一下总理的分数，来，哎呦，谢谢老师。今天是93.5俱乐部，哎呦，真的，然后大家就93.5呢，哎，全部 FM， 93.5是什么频道？闹热打脸台频道。93.5是什么频道？你自己再去转一下 FM。自己 Google 看看。好了，恭喜，什么总理啊？谢谢，谢谢。好了，杀了，嘿，眼镜皮带来把带。好，皮带来。传出也爱子千里情，把带匆匆牵中心，牵出台情感的传讯。客家花布做东山，杂风杂雨梦子梦手摇。发布东山来加披，天寒地冻，爱子也不思讲，把呀把子担心小子一心，把呀把子。
欠袂了也甘愿。多彩嘅人生，梦自扎印，动出多彩嘅人生。夜跳歌会懂后台。陈忠比耶，对，你今天有感冒呀？应该有些还好，还好，他说还好。怎么好像有点哑哑？我觉得这首歌很感人，写的很感动，我自己觉得。你是怎样？你是都背着小孩有怎样干嘛？还是从小被背着？爬山没有拔，没有拔。哦，对，喜欢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哦，你就想到这种画面，你就觉得好感动。那种呵护自己孩子的这种，就是那种亲亲的感动。还有你爸爸，他礼拜都来呢。对没？你爸爸还8点来嘛？冇。表示讲父子感情懂。希望大礼拜让皮的了，同样让你看回去看一下你的表现怎么样。对，有嘛有检讨的东西。对，检讨。检讨。不过伊见来见好啊。真的懂这样。所以讲今天现在目前看到几个都是93.5哈。对啊，就一个8，不好意思啊，长官。89。长官可能的。你调拍又调词，对啊，这个没办法。对，就是歌唱比赛里面。如果是你军中的这个同袍，就是阿兵哥，他犯错的话，你会怎么罚他？他还要起立才能说话。没有带过兵。没有带过兵啊。他是管账。你军职几年？28年。28年完全没有带过兵。后勤的没有带，我不是那种官校毕业的学生。哦。对。是属于后勤管预算啊经费的。哇，那应该国防大学。没有那个全部看到我都很害怕。哦。因为我最讨厌。我们聊点轻松的。对，对不起。剪掉。对。哦。好了。应该是国防大学的啦。对。就是直接念那个科系，你就做后勤。哦。好，那不好意思了哈，不好意思。好 ，OK， 来。从所来，请嘉秋老师公平一下。各位会感染人整个的感觉鬼哈都冇强壮的，根本往台上一站，那个感觉哇，那个气氛现在讲调数国尔母亲冲进去他前半段是蛮平淡的，啪，但是呢，他真的把那个味道一个字一个字，真的，现在讲来感觉仔细在看，作为一个制作人在想，这小家伙居然把每一个小细节都很小心的在注意因为从开始唐吉冲口多厉害，根本是来跟我特别成熟的一个，就是他一整首歌应该做到的什么小地方都非常注意的去包装有一点鼻音而是感动，不是感冒的，不是感冒，不是那我多的0.5分可以扣下来。没有我是在讲，因为鬼哈的表现就会你会觉得。包括共鸣的位置转，还有呢，有几个低音就是很漂亮的，嘣一下掉下来。那我特别激赏的地方是你那个转调的时候，非常流畅的就往上冲了，然后整个的气氛整个都带上去，整首歌让我觉得说应该还是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的那种感觉。你因为他就是那个气氛，就是让你感觉说他就镇得住场。今天酒花熊好都是安内啦，那个架势，而且。平常他都比较拘谨的站在台上，但今天的表现完全不一样，表示他对这首歌很有信心。那么这么不容易唱的一首歌，能够唱到这样来感觉他终于退壳而出了，那个位置很重要的，守好它好不好？后面很难的加油！好，那最后麻烦我们这个有少校集合他们3位来。
来，麻烦尤少校来。尤少校帮我们集合他们下来。好的。中央为准。节目中。哇哦！好，好，李碧，好，来旁边站啊。好，还有嘞，站好了以后嘞。小心，啊，小心。立正。哎，好，看分数。哎，要跟长官敬礼啊！啊，长官，看手机，我不会，我没有当过兵啊。我看起来像军人，但我没有当过兵。来，我们现在请看评审老师的分数。好，看下眼 Gaby 嘅分數。唐公唔懂为主神呀，兴趣啊。啊，祝贺用银盾是江江嘅行啊翻译对吗？嘿，係啊，暗涌今後。对，你看跟做那个比如讲临时的呢，幾多人有卡？做得潘總啊？潘一早啊，你潘爸爸。本身係有東西愛的有潘。哦，那第一個冇嘛，你不卡不圈有菜市蟲啊？看下袁 Gaby 嘅分數。哇！96分，恭喜 Gaby 搶登雙避免戰破冰，也謝謝我們尤上校。謝謝，下次。還有100張流量，恭喜 Gaby 第一關，耶！係。传统组位，暴力争霸赛，目前避免战一关呢挺进一关。你知道特别强调一关，还有9关，加油哦！啊，按当场的路哦行哦，还有一层的哦。对，今日每一位新的挑战朋友啦哈，但是有来过人的节目比赛过的，好，大家来谈起唱歌的。啊，比赛之前的介绍呢，评审欣赏，来欢迎李秋华欣赏。恰奇贵欣赏，曾敏珠欣赏，林占一欣赏，欣赏好。分享 CV 欣赏，也辛苦 CV 欣赏哈。今日比赛朋友全部双礼拜留下来的朋友，全部留下来了，今日继续变下去。今堂比赛有请 TV 的王美琴帶來評判。來，談下啦。
哎，民警记，我们主持人哈，后堂，哎呀，你平常时会出去奈撩啊？你无？会啊，会奈行，你奈撩。亚长嘅双长嘅啦，头家要知我去个司马库斯。哦，头家哦，像伊啊，安尼个讲到头家就叫露公啦，嘿啦，这是石门水库。司马库斯，司马库斯那大边？新竹嘅片吧？坚石乡。哦，坚石乡嘅松林，啊，所以原住民部落用嘅，原住民。给他好高嘛？哎。跟他一起啊，东江唔好礼拜日去啦，你平常动动人家视察都唔好上茶。我视察。诶，要愈动细条。哦。诶，你还去动动个枫叶东江。哦，个分多金动动。哦，动动。很舒服，很舒服，超舒服的。哎呦，他好像有一个称号叫上帝的，嘛该唔记得。意思就会讲给他踢缝踢撇，就是天堂就照来哦。我很多个神木区很那好，神木区这片爱去山吧，爱爬山上去吧。你很多上去也是冇嘛事诶，哦，差会多。哦，差不多，差不多啊，做得起哦。所以你建议他个有限的时间，哦，差不多唔论只行啊，你多行掉的啦，你。哎，冇，咁樣要洗咧，好冇？一傾聊台咩會甜呢？愛試細茶，唔好試太茶。試啊，太茶是看不完。山路啦，山路行到細條。當建議人，他可以跟他行啊聊聊啊，哈。很冇氣啦，很舒服啦，因為你了。街上懂嘈雜，就該底部懂後，很舒服，像也放空用啊。就偶爾離塵一下，對，空氣美好，空氣美好，對，心情就好。好，安尼創題了，係啊，我哋唱先生講邊了，來咯，唱秋下先生講邊哈，先生好。啊，有啲機會多出去行行啊，對身體親好。哦，可是馬庫斯我沒有去過。哎呦。我有去過啊，跟馮建生嘅親講，見每一啲米芹吼，有較刺眼的啦，有笑容嘅咧。我家從頭講唱歌就刺眼嘛，佢哋冇講，唱歌樣咪我講刺眼比較輕鬆，講緊比較輕鬆，唔嘅後年吼，就會上完就唔會後年甩安啊，上就唔會出來，然後呢係最初嘅位哈。呢首歌邱老師寫嘅歌詞要聽有上啊吼。山歌代表人哋客家嘛，唔多，反正而家都全世界看到係有華語客家人少年嘅嘛，要聽到人哋客家嘅歌謠，人哋傳統嘅歌謠咯，人哋客家歌謠有本傳統嘅，然後創新嘅，還有不論你係哪種嘅歌謠，你叫我唱歌，你咬舌幫你聽得出來嘛，啊，拋個一穩，啊，咬舌幫你聽得準。啊，歌謠冇標音，但係嗱冇後音，你做比較重要嗬。咁我注意聽嘅歌詞，我當講個歌詞為我唔錯。要注意山歌，唔可以唱到山歌啦。哦，山歌歌唱就冇講咯。哦，要當然講大家庭，唔過家一隻字哦，大家以上家庭以上嘛家族就冇講咯啊。啊，所以我唱之前，先將詩來念背章，將來發音，用詩來做韻，那比較重要。啊，有人是講啊，我就為了韻腳，那邊做講嘅詩要冇章，啊就唔錯。你山歌就用詩來做韻，啊特別注意哈。所以今日你啲米芹嗬，開始唱來講，你平平穩穩，繼續加油。好，什麼先生？哎呦，平平穩穩。好了，看兩個分數咯。看一下黃米芹嘅分數。好嘞。呢個分數留下來記錄，嗬，一個哦。一個。係哦，哦喲，先同恭喜哦，哈。哎呀，按住這，好了，對，列當錯，好嘞。好嘞，殺下來。殺來，陳李明帶來廬山歌。嚟，彈個啦。看世界，
今夜那书生多难。你们太高，你好，哦，比到呀，有上衣有下来啊，一叫啊，用眼油嘛，有，秋哥吼，有，人愛花蓮嘅一定就會差唔多隻眼球咧，差唔多咧，花蓮嘅乜嘢？入天橋啊！入天橋知啊！因為花蓮來，所以也花蓮職工就很難啊。那特別就係重複查上來。係啊！佢高嘅呢個站裝呀，就可能全部陰順的哦。誒，差唔多。哎呦，閉嘴啦！哎呦，可別啦！哎，都係生意嚟呀。對，上面滿過，唔該晒，唔該全部啦，係啊，幾人生故事你全部都記，對啊，很多生意，所以我寫噶嗬，我哋冇忙就顧到啦，真的做生意嘅關係，做生意嘛嗬，暗晡條我哋暗睡啊，早上條紅廠到8點咧哦。唔過8點我哋生意咧，不讀書啊，讀書咧啊，所以我暗晡條我就先該利用前去早先嚟食嚟個早餐咧，切住先用表達喺比較賣。下面嘅麼？唔是啊，啊是大家用。一三五是台灣用。啊，記得這個負責。你多錢？我嘛記得個千下台。加千下台。係啊，所以記得去學校加我哋紅廠加成嘢都冇看到咧。哦，記得自家就拿錢。記得去讀書咧啦。啊，記得成嘢咧加我哋嘛冇去補習啦。哦，唔是補啦，係啊，也補也太窮。後來嘅發展都清楚啊。我們讀高中咁嘅一家，我哋成嘢前自愛啦。通常一家要湊差學校。所以冇補習。全部是凍怪。係嘛？像大學畢業噶，記得會即刻嗰位自習去考個高考。哎呦！又改又考到了。自己的出路英國又考到。英國又考到。他可以是低哦。有些嘢我一定要自動自發啦。出世冇太陽，有冇反正。天生天養就對。自由發展都得。這個去運動成嘅咧哦，都存在機器嘅啦，冇話多時間嚟照顧。哦，哎呦，辛苦啊！就當他的小孩有自由自在，就係自己想辦法長大。對。因為當自己我都冇辦法管理啦。好了，歡喜。常態嚟，讓欣賞公平啊！來，唱起個欣賞來公平哈。好嘞。好來，現在個今日帶來老山歌吼，今日歸屬嘅來講，也音質也很做得。很做得講醫順，唔可以有賴人啦，也有嘛其他，咬嘅事也有爭，唯一咧就較過時咧嗬，就感覺講人嘅迷韻啦，所以迷韻咧嘛，小河河啊，有冇？大家聽到小河河，小河河呐，幾道啊迷韻。迷韻係有一個轉韻，你就中個來唱嘅，小河河呐，哎用聽你要大家要注意下，還有客家鄉親同歡樂呐，要大家咩同你轉開遠啲嘅，唔係那就不是比較硬啦。就較硬咧，也人注意到誒，我歸屬嘅來講，佢俾談起也平平順順啦，也希望你繼續加油嚇。好，你想象一下佢愛演呢？有嗰種感覺。天韻呢？來看一下佢嘅分數。我看一下陳黎曼嘅分數。3分，冇問題嘅。應該留下來給你咪一台啦，哈。有評分就冇問題嘅。好，先等恭喜哈。什麼裡面太高？準備幫錯，好，謝謝。好嚟，殺下來。殺來彭水鳥帶來評判。好嚟，彈過啦。
是哈。水风国的老妹啦。董熊琼。董熊琼啊，呸呸。啊，呸呸，冇，福相，福气，咩呸呸，福气，唐公懂会煮食呀？兴趣啊，兴趣，哎呦，有时候有的有上很引煮都冇人改呢，尤其要煮客家菜，煮食迄个兴趣吓，对啊，个懂好啊，煮好有盐豚湿酱酱，个行啊翻译对吗？系哦，安永清后，对。你看，跟煮迄个，比如讲临时的呢，许多人物卡，做得潘总哦，潘一早啊，你有潘办冇？本乡系有东西，爱就有办法。本乡哦，本乡系有东西，嘿，本乡，本乡有东西，有东西，我第一个问嘛，你附近有菜市场吗？有超市，冇菜市场啊？冇菜市场。有啊，该系二市头，该竹东水台的市场啊。哦，竹东嗰片。跟人不看人吃顿料理的好什么？好食啊！啊，老公为市场讲，记得泡菜朋友为记得为很爱讲。今日炒米粉啊，冇得主办人啊，很爱去抢大家。哇！就叫我做亲戚朋友来，去人不卡食饭做啥？泡菜该位，炒好鱼啊！炒好鱼给他食，哎呦！就像个秋下先生个好生个，要炒个几盆海盆的米粉咯。盘好食去，做得工艺有机会吧？像个满糟节冰的嘞，看卖的米粉较好食。厨艺大 PK， 好啊！做得吗？做得好了，俺拿钱半年啊。是。好，安永冲出来哈，来，请民族欣赏来公平一下。好来。好，水肉小子哈，客家人最喜的就是炒到朋友大豆丝，哈，真好客。有按好的朋友，有人是会穷下，像我以前都没很习惯的会。上到挨着规暗补水唔得，大早5点钟还是要放去了去炒茶去市场，买菜，买好咧，临煮的10点钟是开始烤天花的，我像表哥啦、结拜的啦、姊妹啦，虽然炒一种种，嘿啊，亲生是你啊多岁的是男的，嘿啊，我一把精神呀，嘿，我煮来是清简单，像。齐国老师的学生，没有另一很营养，把人看到台北市来啦。是大帮满洲子台北市啊，送过来哦，个钱没问题啦。太起也讲出来没做得啦。孙玉小子从了平板三国啊，顺的会做得的啦。但是含迄会江山。个裳啊，含迄按自的强强扭扭按啦，无亲边口来穿安样样，所以有刺青，裳呢要比穿比润，丝按面按自然的分数是做的哪个？慢慢的跟累积你舞台上的经验，俺是做的拿到很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吗？好，徐梦先生，徐梦先生，好，俺就看夹个分数了哈，来哟，看一下彭水妞的分数。哎呦，92.5，也分数也算一个，但是还没一定，还不很亮的，很亮的哈。好了，先抽好来了哈，先抽好了，好，对。可是万一打掉，我们就吃不到他的那个。那怎么办？跟老师商量一下。还有得商量，没得商量。这会不会剪掉？好，来，杀了。杀了一封梅珍带来3个字。好，看了。停机呀，这个珍藏的呢？199年有发行，我们新台币发行1999年，发行50周年的纪念有发行那个塑胶硬币。哦，塑胶硬币哦，塑胶纸钞了，50块的，还嘛，50元，50元，我跟你讲好不好？现在这一张的价值，目前是160到300。哎呦，真是那个160到300，有的收藏家已经这个喊价喊到300了，4000块。哇，我1年1000呢，你们啊，帮你做纪念，啊，跟很多安亲班，啊，愿意去接去，看到个安亲班布告人就贴的那塑胶硬币，主任你用我有安用啊，像伊个模
问伊，伊讲，嘿啊，原来我梦来啊。创哈，上个牛年啊呢，系啊，你看越有喜之后，有活泼意义嘅用嘅，系啊，很后生嘅时间一定中奖。当然的呀，冇啦冇啦。越后生时间中奖，也中，对啊，中喜子啦，系啊系啊，越后生嘅相片冇。後生啊，潛啊！而家用 AI 就做得了。以前翕青島啦，當初水料係嘛，即係水料。你家下嗰下翕相啊，都有啊，從疫情前我全部睇到了。睇到嗰隻係。睇到一行片嘅都錯嘅啊。冇啦，邊緣嘅冇去，像什麼新疆啦，跟住海邊嘅地方，九寨溝有。都有，全部都有，像邊緣呢，就是北疆啦、南疆啦，本根嘛個西藏，因為拉車動演呢，動演，今日我都想講動演吼，嗰時候唔想去啊，因為拉車你要拉，以前的話7、8個小時都要啊，都遠呢。跟而家接去嘅地方係哪？唔講嘅啊。大陸嘛，泰陸嘛，就係了啊！我疫情後都全部用日本啊，日本哦，全部日本抄，因為日元貶的時候嘛。以前咩從2012年就開始就解封嘞，解封啊！韓國疫情嘅年咯，韓國嘅乜嘢鄭州誒。好卡在冇乜呀，冇傳到疫情。對啊，剛好呢。古來剛好唔啲啊，古來時間當地講，哎，那邊說什麼疫情，嚇死了。最後對冇嘛？不然那時候都走唔得進來哦。還有封城這樣。封城。哎呦，日本了好啦。日本，日本有去多算過嘅。上班嘅時間差唔多去過3次，因為佢喺上班吼，你話要請假真麻煩啦。安尼咪都疫情後有冇？嘿，疫情後都全部去，我去差唔多我10個禮拜啊。哇，按多拜哦！你講係跟團係嘛？跟團啊！有水果是沒去啊，有乜個東西楓葉沒去啊，有什麼櫻花沒去啊？都得去啊，係嘛？西瓜都做得好了。日本像有卡做下樣嘅。我同學們嚟講哦，你做什麼做那個？跟他駕照卡咧，可以嚟咩？以搶日本嘅歡迎。哎呦啊，日本記者。哦，係啊。來，從頭嚟哈，公平。來，請在欣賞公平哈。好來。先生好。梅準哈，人細了白種細得少誒。哦，個聲音嗬非常嘅亮土啊。係啊。韓國你佢發嘅聲音嗬，伊動有講嘅回響。因為我回響嘅意思係乜嘢呢？就係個聲音嗬，亮土成個動詞合做創呢種。
你也做人适合唱山歌嘅嗰種嘅發音。但是哈，第擺呢，唔像你有的位山歌之類的哈，你拗隻音接一隻下一隻音哈，那順冇一講其實哈，所以我有團結嘅感覺。你也點做要加油。但是呢，整體來講哈，發展是非常的好。好，基本呢，正經分數也有本一個啦。石波先生，加油啊！好，先生，糖度充點。係一個就好嘅，開一個嘅來。好，看一下黃梅鎮嘅分數。好來。石波先生，這個歌97分。呀，目前清過97分啊，恭喜梅鎮子。現在別當錯。來，再看一下。好來，下來。稍來有聽帶來平板，邊邊走？好來，等下啦。因為裝得按休閒啊。係啊。係咪？係啊。你係運動過來的。健身到過來的。穿得比較自在一點，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哎呀，對，我怕拘謹。我是怕你冷啊。不會寒嗎？你買個東西。他說他有穿花樂衣啊。哦，花樂衣。厲害厲害厲害。你買個東西。你還挺幾頁啊？這個珍藏的呢？1999年有發行，我們新台幣發行1999年，發行50週年的紀念，有發行那個塑膠硬幣。哦，塑膠硬幣啊？塑膠紙鈔啦，講錯了，是的，紙鈔。50塊的係嘛？50元。50元，哎，50。哦。塑膠，我以前有拿過呢，佢還有冇空用嘅版面嘅用誒？哦，好像有不一樣的版面。你做個呢早餐店一定有拿過吧？沒有，一般來說這個冇拿出來用啦，一般也冇拿出來用。因為我家做，我有一碗的主想講留下來做紀念，因為你睇數位貨幣的嘛，想講係你佢發行幾多啊？你有寫？好像3000萬。3000萬份哦，3000萬，那還蠻多的啊。3000萬，乘以50，台灣2300多萬，一種人聽啊。1億5000，15億。係嘛？我以前有拿過嘅用嘅。哦，所以你有實體嘅。應該唔係。你去排隊買嘅嘛？去銀行，去台灣銀行換嘅啊。排隊去換嘅。就50塊換50塊按樣。唔記得咧，真是唔記得咧，可能有包裝費吧。唔知揾到一種呢啦。冇啦，我家揾差唔多，大約50種左右。50種。哎呀，我跟你講好不好？現在這一張的價值，目前是160到300。哎呦，真是那個160到300，有的收藏家已經這個喊價喊到300了，4000塊。哇！我先人1000年，你明唔明？我幫佢做紀念，我家喊到安親班。我願意去接佢，可能個安親班布告人就貼到你個塑膠硬幣。我講，主任用乜要一樣嘅？我講因為家冇人對講，
嘿啊，原来我冇爱啊。你送记哦，我本记哦，我本记的，我本记的。这个孽子啊！对。压底嘞，排队排到的4000块了，现在。哎呦，好好收藏，好好收藏，妹。哎呦，我们是总哦。就是目前市场有流通啊，但是懂 sell。但是一般人就拿来收藏，收藏的，因为塑胶就。唔会 Q 啊，唔会啊，亮还有讲啊，对，搞我有的观众朋友要得收藏的，他会私讯你，卖哦，快点，卖哪一种啊？你按多种？卖學生妹要送我2種，係節夜時節啦，送俾我啦，我老公2晒，一晒一種，按弄合一種呢，通用的係嘛？對，合一種呢。跟你這邊嘅用如何啊？這個一種洗錢的人賣，冇啦，我保存啦。學生嘅送記嘅，係冇吼，係經驗嘅價值。這懂好，係，講好來哦。唔好半日拉在哪？要哪一方呢？也唔會嚟啦。其他人都冇出嘅。好嚟，從頭嚟唱首下先生嚟公平嚇。好嚟。保留了郵票，我冇下一想。哎呦！啊，以前呢，郵票怎麼按建議的保留起來？哦，真係有文化嘅價值，真嘅呢。啊，你啊，因為你啊親手寫信嘅嘛。以前怎麼用寫信嘅？所以你係按照真嘅而留起來，嚇。我感覺今位鄧仁創嘅模網上按好，這個唔有感覺冇？千禧未記，希未記哦，這個啲哦，你冇講啊，老二康師爺咯，你天語機啦、電視機嘅每月咩創得唔好，所以咩上嘅感覺有到係硬，係全球流芳咧，就多少貼到啊感覺，創嘅多少個表現、個表現嘅感覺，係。安尼唱歌嘅，我家要從頭要講過牛書嘛，輕鬆了，口弦咩輕鬆了，哦，唱家下嘅迷陣嘅，唔嘅口弦要注意哦，難冇得難，安尼個唱歌啦，安尼用客家母語嘛 ROE 嘅，唔要注意牛書成日變牛章嚟做音，哦，按條為咗做音嘅系統嘅再用，唱嘅下面嘅就冇係嘅滷蛋用咯。哦，是冇錯。哦，像水玉咁樣唱歌，你嘅詞言表情要注意，你嘅加落去，你嘅聲其實清楚。還有排水大家評審先生嘅狀況係補充啊，大錯唔係大錯，大思想大錯，嗬，唔好大錯，哦。所以你客家嚟講，即係老三劍嘅羅山歌，你聲音水準非常好，但是你嘅數音數到冇這樣，唔好突突死到硬嘅去唱，唔要有強重音，你要去注意。一首歌曲係要硬嘅去注意個，我想慢啊，你講我就講高音準啊，重音軟啊，但係要穩嘛，穩，好注意，好你一定要注意個。啊，像一首歌咧，本嘢硬嘅去注意硬嘅咯，你唱起來就比較能夠本體給佢接受講，你唱歌好聽啊！哦，排泄啦，我就幫人鬧，做一評審嘅先生，既然做了為，除了你好嘅所在人肯聽，但是你有小可嘅缺點，會人講啊，你就會改進啦，係冇？加油！好，安主席，哎呀，好來，可以有請過分嘅叫出資本來，維珍之來到部隊度，我嚟聽佢說。哦，已經你要，我見咗都係我要睇下上舞台。順其自然。但是迄假使講，用嘅迄評述也係有成其中嘅舞台。可能那個龐孫優，孫優志哈，排隊嚟，係啊，下禮拜要幾飛揸過來咯，係啊，排隊哈，好來，看分數來，好，看下你有聽應該分數。媽媽客家人，但他的聲音真的很像劉洋回來，那種音色妹妹講哦有就有呢。對啊，像我怎麼樣讀雅自己都沒辦法，那麼就是煙嗓。看一下你有聽應該分數。63.5分，楊珠恭喜梅珍子，登上嚟里邊面在報名。哇，邊面踢館，恭喜！
老年音乐会，哇，今日不得了啊！安尼节目有唱到一位啊哈，出我非常好听，非常赞。啲动作比赛嘅呢，睇节目比赛嘅经验，係咪要出個都得到動作獎項？我同講哦，前有名嘅節目劇全部有參加，超級偶像，華人星光大道，還有去年嘅金曲獎2位，金曲獎新人獎去年啊，伊新人獎做得2位100獎嘅呢。你節目用我有辦法有唱到幾多呀？我們越來越高級。是啊，好高級哦，超高級嘅節目。嚟先讀幾好啦，唱歌真好啦，訪問佢啊嚟，歡迎一位蒼松松。I'm so tired， 让酒精占据我的脑海。Baby baby I'm so tired， 这世界怎么还是在旋转？曾经爱上一个人，一个完美的情人，到底为了什么突然离开我？是潜意识的错，到底现实还是梦？反正谁也没有办法阻止我。再给我一杯，麻痹自己也许好一点。现在就想醉，哦别管我了 ，falling down。Body spinning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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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 my head spinning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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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all spinning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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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Oh it's a bad dream。Oh bad dreams, baby, baby, still so tired。拜托别让我醒过来。Baby, baby, still so tired。我知道我现在恶性循环。Oh yeah， 双向奔赴的恋爱，哦都是谁在谈？搞了半天剩我一个人在玩。是潜意识的错，到底现实还是梦？反正谁也没有办法阻止我。再给我一杯，麻痹自己也许好一点。哭完就想睡，哦别管我了 ，falling down。Body spinning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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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my head spinning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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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all spinning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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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Oh it's a bad dream, bad dreams, yeah。Head spinning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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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all spinning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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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Oh it's a bad dream, oh bad dreams, yeah。Diva，大牛哥好，欢迎松松来到你节目，欢迎来我们节目哎，对啊，怎么会讲说你的5年来都按你节目动作？系啊，上到有5年，唱歌有5年，5年哦 ，R&B， 还有 Jazz， 谢谢，好棒哦，谢谢谢谢，我好喜欢。而且刚刚在要上台之前，跟那吉娜讲，哇，这我跟你讲，这个很厉害，给他称赞说很厉害的，那一定是不得了的人。我公开称赞的不一定很厉害，但我私底下说的真的都很厉害。好棒哦，真的是听你唱歌是一种非常棒的一个享受。还在去加州的那都优秀哎。哇，全部这个新专辑是全部自己创作吗？是全创作专辑。全创作想必就是客家人了。哎呦，来，因为我们客家人什么都会省起来。那客家人，当然是客。他也是用客家话对吧？那观众朋友问好啊。大家好，我是郑双双。哦，苍松松。你是有混种吗？你有混血？妈妈是客家人。妈妈客家人啊，爸爸还5年呢。没有。不是爸爸台湾人。台湾人。对，台湾人。但他的声音真的很像刘洋回来这种。对啊。你某一腔的米鬼台。就好像是从那个阿黛尔，我的偶像，你的偶像，对啊，自从他出来以后，好像就
就音乐界就弥漫着这种音色出来。哎，两种音色妹妹讲哦有就有呢。对啊，像我怎么样毒哑自己都没办法那么就是烟嗓。对啊，你这个烟嗓是真的是烟嗓，是浑然天成的，还是你喝酒抽烟什么的？哎，没有，哎有小喝一点点。小喝一点点。两边都在练习啦，练出来。哦，你是哪边客家人？哎。湾满嘞，湾满叶片哦，屏东诶，南溪叶片，跟那蛇丸那个姑娘啊，蛇丸的姑娘，蛇丸呢，你知道蛇丸？潮州隔壁就是万峦呐，对，万峦猪脚，所以他就蛇丸就是从万峦啊没有被杀掉的，然后跑到潮州去。是这样子。你少在那边人身攻击哦！啊，不是。哎，没懂腔呢，因为你嗓都懂，就是外形非常欧美。不过难会讲客家话，因为我之前因为吃到强到，因为我看到佢参加你客家天使团那会的节目，福起来嘞。哎呦，我想说福起来嘞。我看到郑双双，我有没有看错啊？是，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客家人应该不是长得这样子。那意思係講，因為送衣服起來了，我至少會談嘅客家話，你講一些些的啊，所以我才會想說，哎呦，今天看到雙雙就沒有太意外。所以剛剛唐傑講係非常標準的呀，很標準啊。所以全部唐也是，哎，唐也是，但是呢，比較不會講，比較沒那麼流利。哦，因為小時候是。慢慢的講應該做得。什麼？慢慢的講，慢慢講做得，我想一下。這個時節同不卡銀行媽媽講，對，媽媽一直講電話，每天都講1-2個小時，講哈發。媽媽也是長舌婦，還是在抱怨爸爸，爸爸聽不懂客家話，就是講秘密有沒有？講秘密就是講客家話。講啊，老公哦，做本日哦，要走出去飲酒啦。前一隔壁做啲香爐嘅㗎，香爐嘅大飛機啊。係咪？最起買主角，一門買進來。哎呦，會講一個客家話，多一個語言，他就多一個機會。多一個機會。他一般就有機會來下客家歌嘅啊。哦，所以這張專輯是冇客家歌嘅。冇客家歌嘅。冇，佢係全部自己創作，有英文有法語。對，英文跟中文。好優秀，真的好優秀。我剛本來看到他，我嚇一跳，哎，強怎麼來了？有些強哎，一點點啦。對啊，雖然你想了5分鐘之後，還是我幫你想起來。都是美女的那個，就是比較歐美路線的那種，是野性美的那種。來，好好介紹。新的轉型，新的轉型後會介紹版的。這張專輯叫做《菜》，這張專輯叫做《菜》，就是因為我做音樂這10幾年來的故事，把它寫成一張專輯，因為終於有機會做我的第1張專輯。哦，你之前有出過嗎？哎，之前2014年有出過一張 EP，對，那時候獨立自己做的 EP，然後之後就沒有什麼機會，就跑去當上班族，就中間有5-6年有離開做音樂圈，對，就是純去做上班族。對，那你什麼機緣又回來？然後突然有一個機緣，就是做上班族覺得還蠻痛苦的，好無聊。有一個機緣回來讓我。就是有機會再重新唱歌，然後重新開始寫歌，然後就有了這個作品的產生。有了這個作品。那個機會是製作人又在發掘你，還是唱片公司發掘你，還是你自己受不了？其實那時候剛好疫情，然後疫情大家都在家沒事做，然後我就又去找了一些機會來寫歌，然後剛好又重新遇到以前音樂圈的朋友，然後重新遇到1976樂團的凱哥老師，對，就有機會一起做了這張專輯。哦，所以這張專輯是1976阿凱老師，他是製作人，跟你一起共同？不是，就是有一起參與製作，沒有參與製作，寫案子。對。對了，這麼好的聲音，這個不能埋沒掉啊！還好有這個，就是這個轉念跟這個機會，對，你又可以回到音樂圈來。有一個很有緣分的感覺，因為我10幾年前也有遇過他，但那時候就是沒有機會合作往下走，然後就繞了一圈回來又遇到他，他就注定要做了。對，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水到渠成，你知道嗎？對，而且呢，人生的進程很奇妙，對。那所以把看到幾嘛時間點。因為金曲獎的時間，因為入圍金曲獎都會有一個我們要去錄一個節目。Gay by Hey T by 應該是第1次遇到他，
对，影片在金钱，就是你会到台视去录那个，对，金曲特辑，对，哎，给刘思健杜氏动态，哦，他那时候正准备要生 baby 的时候，你后来就那5、6年没有进入演艺歌唱圈，你就是跑去结婚生小孩，不是，不是啊，那是什么原因？那时候没有，就是变胖还是？也不是，那时候就是没有机会继续唱歌，没有办法，靠音乐继续当成。这个他那时候走在人生的另外一条路上，然后你就结婚生小孩。那时候结婚还没有生小孩，就是刚好，入围的时候就这一张吗？对，发了之后才怀孕。对，这么巧。然后入围金曲，传播前世家后，还有你生完小孩以后，一定运气越来越好。会啊，所以多生几个，然后增产报国。然后现在生一个不是补助生一个就好了。但我想问的是，你这张专辑等于说回归了很久嘛，2014年回来以后，2025年，2024年发行的这张专辑，10年，时隔10年，对，这第一张创作专辑，对 ，Junivi 金 Q 新人奖，新人奖呢，这是一生只能入围一次而已，很幸运，没有得奖了哈，有入围，那一届是谁？你要问他，山姆。山姆，对，唱饶舌都懂立辉，他们这些新人们都很厉害，很棒。好可惜哦，没关系，那就新人没机会了，那你就是再出专辑，然后华语女歌手，我继续努力，一定有机会。因为现在说真的，出唱片比较辛苦一点。对啊，你如果没有大公司的加持哦，那会很辛苦，所以就要自己多努力一点。可是双双很优秀啊！像我们这种小节目，你都愿意来上的话，那感谢你。对，谢谢。没有，谢谢邀请我，下次发新专辑还会再来。好，真的哈，一定要哦。对，你不要红了以后就忘了我们这节目。而且他现在其实机会越来越广嘛。对。我看到前一阵子跟那个 Skyline， 对不对？老师他们的专辑，你们也有共同合作，没错。爵士乐的很有名的演奏乐团的老师，跟很多优秀的歌手一起合作。那你非常适合啊，对啊。那来我们节目是不是也要唱个客家歌的嘛？对，接下来这一首，对呀，是沙雷两条黑哦，有吗？接下来这首歌，接下来这首就是和 Skyline 爵士融合乐团合作的，我们是融合英文跟客语。还有客语，有放在专辑里面吗？没有，应该是在 Skyline 的专辑，天际线爵士乐团的专辑，叫 City Voices 专辑里。来听看看。这首歌名叫做 Never Mind。Never Mind， 哎呦，好腻哦。哎呦，来弹看啊！来。I ain't looking back, 'cause I'm on my own track.
隨便無快，將來什麼嘢？有巨星，对啊，就是一个巨星站在舞台上，然后演唱非常好听的歌曲。谢谢。条条歌也很有很多歌词。对对对。歌词很自己写，你自己写的歌词？不是，这次跟Skyline 的团长是Richard 哥，Richard 哥找了瑞君老师，瑞君老师，我们课台饶歌吗？哦，饶歌，对对，饶歌也没写清多很多歌词。好，所以个歌词会给填的。嘿。OK。那个意思。原本我是写英文歌词，就是我是想要表达说，哦，外面很多很嘈杂的资讯，不要太在意别人讲什么，就是自己对做自己就好了。一开始写了英文歌词，然后跟 Richard 哥其实没有说要唱客语，但是我们就在制作期间，在录音室里面就突然聊到说，Richard 哥也是客家人，对，他是屏东长治的，跟你一样同乡，对，屏东这边同县，但没有同乡，他是万岚，好嘅，斑马这边，对，在旁边，重枝这片六堆啦，算六堆啦，六堆，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就想着要把客语放进去。对，就 Richard 哥一直说他很想要加客语，然后就刚好遇到我是客家人，对，会讲一点，对，所以我就说好啊，那我们来试试看，玩玩看，然后找个厉害的填词。你刚刚唱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哎，他应该有扣住他那个 Never Mind 的这种，你讲 follow 心乱乱，就是对 follow 心乱乱，就是不要 follow 心就是那个心很花的，对，就是不用听那一些，不要听那些胡乱来的一些话语这样。对，然后 Golden Night Kido 呢，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就是比较有自信的感觉，对，然后。田中黑很田中黑哈，给他南部讲嘿，田中黑就是那些忘掉那些闲杂人等讲的话，对，然后是一杯某红某法，就是啊，我平常会小酌一下啊，喝一杯，没有什么，就是未来就给他过了这样子，云淡风轻就过了，没错。哦 ，Never mind， 对，这种心情，其实有跟他的歌很紧紧相扣哎。对，这段客语词很厉害。对，就是它是可以融合的，然后又再加上你的这个唱法，给它冲穷。对，把这个让客语歌有新的感觉，升华了。嗨，对啊，这升华，真的让罗哥赞美，谢谢。你也赞美，我是认真的啊，罗哥会赞美就不容易。没有了。罗哥刚刚就是你一个那个假音唱上去，他就跟我讲。太强，露出赞赏之情。对，你这个造型是有特别请人家做吗？自己做的，自己做。头发是真的吗？不是，戴上去的。OK。这也很方便呢。没错，就是要一个省时间。而且你就是让大家的 image 很强。郑双双就是这个样子，看到给 T 拜给就会按用，就会按用给舞宁的抽型，就是他的 image，他的视觉很强烈，对，就给人家大家印象很深刻。对，但是我最惊叹的还是他瘦这么多，你们敢瘦100看到给黑就会，之后是应该6、7个月吧，6、7个月，怀孕6、7个月。对，那现在是小孩多大了？5个月。才刚生出来没多久嘞。对，新手妈妈哎，对，新手妈妈，新手妈妈很累耶。很累。很累哦。就是没时间吃饭跟睡觉。你全部会去给他秃哦。跟家人有帮忙一下，家人也有帮忙这样。是。像例如说，就多几个通告，你就可以多跑出来一下。对，来出来呼吸一下哦。也需要一点 me time 这样。照顾小孩真的是非常忙碌的哈，尤其小孩有时候半夜起来哭啊什么的，肚子饿了，然后你就要爬起来泡奶给他喝。但你老公看起来应该也是可以踢一脚就起来做这件事情的人。有他是神队友啊，神队友是不是？哦，那就不错，那就不错。是你踢他就起来了。他会自己起来，还会自己听到声音就起来了，那还不错啦，老公还算可以。以前小孩子哭，我老婆一直踢我，不要吵我。
不要吵我。我们没有了，我们都会互相嘛，互相一定要这样子。对啊，同厉害。好，那既然来到这个节目，接下来再带来一首专辑里面的歌。这首歌叫做《Once Again》。Once Again。其实这张专辑，这首歌是第一首完成的，然后那时候有这个机缘，重新有这个机会回来做专辑。然后那一天我就是什么都没有想，就很自然的15分钟就写完这首歌，然后是我人生第一次被自己写的歌感动，感觉就很像是那个音乐跟我说，没事了，我们都走回来了，然后你又回到音乐的路上，是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然后我会再往前走，所以这首歌叫做 Once Again，Once Again 再一次。这么优秀，我相信一定会被很多人看到的。他已经被很多人看到了，对，会更多人，他抖给你，更多人，更开拓你的市场性，跟越来越多人合作，是跨界合作，对 ，Like me， 强联手，一直推荐自己，一直强迫推销，哇！用啥了就来谈两条歌了哈，一个 time 两种专辑底部都会 Once Again， 好嘞，谈看下哦。这条路上，我在梦中看见你的模样，好想要对你说说话，在遥远的地方，你过得好吗？ There's a time I can feel by myself. I was trying to be somebody else I used to be, giving all my heart once again, holding dreams beneath the light once again, high above beyond the sun. In a whisper of wind where stories come alive, our dreams survive. In a tapestry of time where every thread entwines in a depth so divine.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那些遗憾是否会不一样？那些遗憾 ，Giving all my heart once again, holding dreams beneath the light once again, high above beyond the sun. I know I am enough to feel love and pain once again. Oh, giving all my heart once again, chasing dreams beneath the light once again, shine above over the stars. I know I am enough. Embrace the love and pain once again. I'm holding on and keep it up. I'm holding on.